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Still。今日我想同大家講一樣嘢，大家可能好多人喺心入邊，但係未必會講出口嘅嘢，就係只要我一次贏得夠多，之後就安全，好似中一次，人生就上岸咁。如果大家真係咁諗，大家其實用一個好唔地下嘅方式去諗地下世界，因為地下秩序最驚嘅，從來都唔係賺得慢，而係有一日突然間冇錢入賬面。今日我想講嘅一樣嘢，點解真正長命嘅地下組織唔係靠暴利，而係靠死守現金流？好多人一講地下世界，腦入邊彈出嚟嘅畫面都差唔多，做一單好大嘅嘢，定一個好狠嘅決定，一鋪贏晒，然後離場。但係大家冷靜咁諗下，呢個畫面通常喺邊度學翻嚟？大多數都係由電影、故事或者好多傳說。因為電影只需要一個結局，但係現實唔係。現實係你日都要生存到。一次性暴利最大嘅問題唔係犯法，唔係危險，而係佢完全唔可預期。你今日中唔代表下個月會有，你今次成功亦都唔代表系統會再俾機會你。而對於任何系統嚟講，唔穩定就係風險。我想大家換個角度睇下地下秩序，地下唔係一班好勇好癲嘅人，地下其實係一班好計數、好驚出事嘅人。因為一旦出事係冇得拖、冇得等，亦都冇人會聽你哋解釋。大家可以當地下系統其實係一個生物，生物最怕啲咩呢？唔係慢，而係斷糧。現金流就好似地下系統嘅血，唔需要好澎湃，但一定要穩定。有穩定嘅現金流，大家先可以慢慢行、慢慢計，大家先有空間容許自己有失誤、有低潮。但係一冇現金流，你只會剩翻一個選擇，就係賭。而地下世界比正規嘅世界更加討厭賭，因為佢哋知道一賭輸就玩完。正規世界斷糧，通常仲有嘢可以頂一頂，爭取個時間，因為大家仲可以借錢融資或者去包裝件事，起碼幾步仲可以行。但係地下世界一斷糧，基本上只有一個結果，就係消失。冇人會慢慢聽你解釋，冇人會等你翻身。因為地下系統入邊所有嘅信任合作都係建基於一樣嘢，你仲喺唔喺度？所以地下世界最值錢嘅唔係你有幾勁，而係你可唔可以長期存在。存在本身就係力量。仲有一樣嘢好少人會講，暴利會引嚟注意，而注意亦都係地下秩序裏邊最大嘅敵人。你賺得太快，就等於你打破咗原本嘅平衡，你會逼到其他人重新計數，重新諗成本，好多策略都需要重新調整。地下世界唔怕你賺錢，但係怕你將成個成本結構改變。所以真正長命嘅地下系統通常都會好悶，冇咩爆點，冇乜驚喜，日日都差唔多，唔刺激，但係好安全。而家我想大家停一停，將個重心拉返去自己身上。大家而家做緊嘅選擇係咪有一種一定要中先有未來嘅狀態呢？大家係咪將自己放喺一個冇現金流就冇生存空間嘅位置？如果係，大家要好清楚，大家承受緊嘅唔止係壓力，而係斷糧嘅風險。如果長期落去都係咁，人只會越行越急，判斷只會越嚟越短，最後只會剩翻反應，冇選擇。呢個位最致命嘅唔係窮，而係大家開始冇得揀。地下秩序唔係教大家變貪，而只不過提醒大家一件好殘酷嘅事：生存永遠排第一，唔係賺得最多嘅人贏，而係最後喺度嘅人贏。如果大家嘅生活、工作連可以調慢一啲節奏都冇資格嘅話，咁個問題可能唔係大家唔夠搏，而係大家企咗喺一個唔容許可以慢慢生活落嚟嘅系統入邊。如果可以嘅話，大家可以睇清楚再揀過。呢度係福利人生，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。